9月27號，英國乃至歐洲最權威嘅民調機構 YouGov 就公布咗佢對於英國下一次大選嘅預期。英國嘅改革黨毫無懸念成為英國國會嘅最大黨，奪得311席，成為最大黨，但係差15席先至能夠有 overall majority 過半數。換言之，如果佢呢個預測成立嘅話，英國喺下一次大選就將會有 Hung Parliament 懸峙國會，即係話冇政黨過半數嘅國會出現。英國上一次 Hung Parliament 係2010年，保守黨以310席成為最大黨，最後就同呢個中間偏左嘅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，直到2015年為止。YouGov 嘅預期現時執政工黨只會剩翻144席，而一直以嚟都係英國傳統兩大政黨之一嘅保守黨就只會得翻45席，面臨滅黨之災。如果預期嘅懸峙國會真係出現嘅話，最大嘅可能性就係改革黨會同保守黨聯合起嚟組成聯合政府。一個唔太可能嘅可能性就係冇政黨願意同改革黨組成聯合政府，而其他剩翻嘅6個政黨就會自己組成執政聯盟。但係呢種咁多政黨組成嘅執政聯盟通常都唔會捱得好耐。如果以上嘅呢2個可能都唔發生嘅話，最後一個可能就係改革黨會上台成為少數派政府。無論邊個可能性出現，法拉奇根據呢個民意調查顯示，將會成為英國嘅下一任首相，幾乎係毫無懸念嘅事情。咁 YouGov 亦都同時預期咗明年2026年5月將會舉行嘅威爾斯地方選舉以及蘇格蘭嘅國會選舉嘅預測。咁佢就預期喺威爾斯改革黨將會成功上台執政，以23席嘅巨大優勢成為威爾斯地方政府嘅執政黨。咁至於2026年5月喺蘇格蘭呢，佢將會成為第3大政黨。英國改革黨嘅迅速崛起就好有可能將會取代過去10幾年嚟定位含糊不清、名為右實為左作為兩大黨派之一嘅保守黨。英國自從民主化以嚟，兩大政黨之爭舉世聞名，就成為兩黨制。英國由16、17世紀開始已經開始出現。當時嘅保守黨前身托利黨就同16、17世紀曾經創下連續46年執政嘅輝格黨互相分庭抗禮，一直到1858年輝格黨先至被自由黨取代。自由黨一直同保守黨分庭抗禮，直至到1921年先至被工黨取代。而現在英國嘅工黨同保守黨就從21年開始到今天為止成為英國嘅兩大政黨，而呢個情況好可能喺下一次大選就會被改革黨改變，成為改革黨同工黨兩大黨平分天下嘅英國最新政治狀況。英國改革黨嘅迅速崛起，其實係時勢造英雄，亦都係英雄造時勢。同2016年英超李斯特城奪得冠軍一樣，佢踢得好，亦都要其他人踢得非常之差，先至能夠8年創舉，爆大冷奪得英超冠軍。英國改革黨嘅迅速崛起，其實真係要多謝對方保守黨同工黨咁多年嚟嘅不濟，咁多年嚟人才凋零嘅情況底下，佢哋做翻呢啲稍為正常人都會做嘅嘢，就迅速崛起，一躍成為下一次政府嘅政黨，亦都令到法拉奇成為下一任首相嘅大熱門。今日就傾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期再傾過。